眾在厝頂測試太陽能板煞去電到，當場無性命的現象，送病院要是救無轉來。有低干物質的油查出福壽公司賣予149間業者，300間廠商攏有用到，已經分他日案偵辦。北緯增強變作是強烈風颱，氣象署講後禮拜四可能會發布風颱警報。各位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4公視台語台 AM 新聞，我是丹妮。今仔日咱先趕緊來關心彰化今仔日發生一件有人去電到的意外，有一個民眾佇咧厝頂咧測試太陽能板，煞雄雄去電到，當場全無喘氣、無心跳，送病院要是救無轉來。一位民眾倒佇1樓懸的鐵厝厝頂，已經無心跳喘氣，消防隊員趕緊爬上鐵厝替伊做心肺復甦術頂急救作死。另外也出動分推車將民眾吊掛到地面，擱送醫急救。疑似施工不慎，遭不明原因遭受電擊。那救護人員接觸之後，發現為歐卡無呼吸、無脈搏，立即實施 CPR 加 AED。因為傷患處於2樓處那因為搬運不易，那也出動雲梯車將傷患運至1樓。警方調查，住佇彰化市的63歲四川民眾，初時早起8點外就家己到徛在伊厝頂測試太陽能板，一直到10點外，伊的家人聽到過路人的喊聲，為4樓往樓下看，才發現四川民眾已經倒佇鐵厝的厝頂，袂震袂動，隨卡醫救化救，也毋過病院搶救無效，11點外宣告死亡。自行上網採購太陽能板，自行 DIY 組裝。於今日上午組裝過程中不慎觸電。警方初步了解，四川民眾為着要替厝內省電費，才會家己買太陽能板了後 DIY 裝佇徛在厝頂。目前警方當咧釐清代誌發生的原因，專案會報請地檢署刑事上檢。記者綜合報道。中壢油脂沙拉油驗出有致癌的物質苯便比超標，台中市府公布第2批調查的結果，其中福壽出貨予業者的增加到149間，包括美容泡麵、精選、甲金色三賣等等，至少有300間業者攏有使用到。目前台中地檢署已經分他日案偵辦。18的桶裝。衛生局人員到賣場檢查，看問題油是毋是已經全部回收，因為中壢油脂沙拉油驗出致癌物苯便比，風暴一直咧滾價。雲林縣衛生局初三到美容公司大批廠檢查，發現美容採購中壢下海廠商服務油脂公司的油總共2160公斤，全部做成泡麵油包。電話聯絡一下味王，他們針對進這一批的一個問題油品是做在什麼品項？結果得知是做在我們的泡麵裡面的一個油包。美王公司緊急聲明指出，已經停用所有問題油。佢公布受影響的產品包含原隻牛肉麵、紅燒牛肉湯麵、13香、麻薟拌麵等8項泡麵會回收。8月31之前，民眾延平發票產品實體到原來買通路辦理退貨。另外，台中食安處也公布第1擺檢查結果，中壢下下問題油品維持18項，按擱配合增加到30個，其中福壽出貨全國中興86間業者，增加到149間，包含桂冠、原味沙拉、精選、金色沙賣等，至少300間業者。關於中壢公司產製油品檢出苯便比超標一事，本署已分他案，並指派台中市調查處至相關公司及機關。調取資料查證釐清中。不過外界質疑到底沙拉油是安怎產製苯便比？專家表示，用油脂精煉定數來看，理論上應降低苯便比的含量。那牛油加製程攏無發現異常，推斷可能是甲進口黃豆原料有關係。原料處理乾燥這一端就造成這個苯便比的蓄積，在油脂的這個精煉過程以後。萃取過程以後，才會把這個蓄積到我們的油脂過來。消基會呼籲食安安全事件受害者，往往是無特定的大部分消費者，上歹舉證也上歹求償。建議應該建立公益團體訴訟制度，才能真正落實集體救濟。消署強調，會繼續督導上游製作業者，佮依照這擺調查結果檢討上游自主檢驗制度，建議精進原校管理佮體員自主檢驗評論，來降低同款代誌佮發生。記者綜合報道。
國防部今仔日偵查到8隻中國軍機、10隻中國軍艦，還有7隻因的公務船來擾亂咱台灣。中國海警局是家己講家己對，講因是佇咧台灣東部海峽咧巡查。咱國陸委會是大力批評中國，講這款違法的行為，無論幾屆，攏同款是違法。中央成員兩岸情勢緊張，中國海警局講，中國海警受3艦編隊接替第3艦編隊，繼續佇咱東部海峽進行執法巡查。海巡8里艦、花蓮艦採取平衡監控，加壓中共受3艦，中明艦動態用具體行動反駁中共假執法爭擴權的陣地作戰。陸委會也表達強烈譴責，指中共佇台灣東邊海峽無存在主權甲任何權利，這違法行為，做較濟也是違法。海警14606，中國海警。國防部測試公布，查到共機8隻、共艦10隻，結合公務船7隻，駛走大海。學者觀察，中國海警用執法巡查名義，暗含真正目的，包含宣示主權、熟悉戰場環境、演練海上防守、考驗海軍海巡海峽監控甲態勢監視能力。衝突升高的時候呢，他的海警船呢就進行就是以執法為名，實際這個行這種所謂的封鎖跟這個攔截之時哦，那海軍呢就直接實行這樣子一個作戰的行動，那彼此海軍跟他的海警呢可以互相交相答非。另外，國軍向美國買108台 M1A2T， 被叫做是代表上強戰車，已經全部到台灣。陸軍269旅練兵3型戰車連，初三舉行成軍典禮，加做第3換裝 M1A2T 的定位，負起捍衛大台灣重任。584旅擔負的是桃園還有新竹一帶的反登陸任務，特別是保護這個桃園機場，還有這個台北港一帶。那麼在林口的269旅則是守護大台北的門戶。那林口台地也是敵可能空降或機降的地方。針對中共反台可能鎖定林口執行機動作戰，來牽制台北市中心，陸軍269旅 M1A2T 部署在林口鼓山交界，提供部隊同炮火力支援，強化反空降作戰。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是美國建國250年的日子，美國在台協會 AIT 佇咧人民冊大總統賴清德祝賀影片。另外，外交部宣布要佇咧美國鳳凰城設辦事處，這是台美合作的大進展，希望會當促進台美雙方的投資，加強對台商也閣有交民的服務。然而，美國國務院是回應樂見其成。這個測試是美國獨立紀念日，今年拄到美國建國250週年。美國在台協會 AIT 測試裡面採放總統賴清德祝賀影片，邊也閣有 AIT 處長郭立堅陪同。我衷心期盼台灣和美國在過去數十年，在台灣關係法以及6項保證的基礎之上，堅若磐石的關係可以持續深化。賴總統強調，今年也是台灣總統當選30週年。雖然台美距離遙遠，也毋過相信自由民主會當互台美關係更加密切。AIT 是感謝賴總統獻上祝福，展現台美堅實的友誼。台美繼續深化交流。外交部宣布，為了促進台美雙向投資，加強服務台商甲僑民，會佇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設立駐鳳凰城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將有助強化我國與亞利桑那州及鳳凰城市政府的聯繫，及時回應我商投資及營運的需求，並促進雙方在經貿、科技、供應鏈、文教及人民交流等領域的合作。美國國務院表態樂見，強調台灣是美國上重要的貿易甲投資夥伴之一。AIT 強調台灣佇美國的辦事處會達到14個，證明雙方夥伴關係堅強。學者分析，台積電等半導體廠商去美國設廠，有希望佇當地形成科技產業之路，催發出辦事處的需求。怎麼樣把這種這麼密切的這種人工智慧的這種貿易投資關係，把它轉化成對我們有利的一種安全關係。學者認為，在美國總統川普力推飛航供應鏈加 AI 事件帶動之下，台美供應鏈合作會更加深度結明，台灣要和共生夥伴關係，更擴展到安全的戰處。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的國慶，總統川普發表演說，罵共產主義威脅美國的自由精神，而且嘛甲批評的重點指向新移民。而且佇咧國慶日的前一天，拄好拄着小英，為紐約到首都華府的高溫是攏超過攝氏40度，真濟建國博覽會活動嘛趕緊凍點或者是取消。
美國總統川普坐上坐空軍1號專機，飛去南達科他州的拉什摩爾山，也就是俗稱的總統山。佢佇國慶進前活動上發表演說，伊批評共產主義威脅美國的自由精神，也將目標指向新移民。A generation after we fought and won the Cold War against the menace of communism, there is now a resu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enace in our land, including from newcomers to our country who embrace ideas totally opposed to our way of life and our great success. 總統山放燦爛的煙火，展開美國建國250周年慶祝活動。因為8日假期拄到天氣真濕熱，真濟城市的氣溫初三攏來到攝氏40度，體感溫度更加是到46度。為了避免熱傷害風險，華府真濟場國慶戶外活動就安尼取消，一直到暗頭仔才重新開放。They just thought we got to get the people a break and get them into the museums and try to get them cool off and out of the heat. 紐約市因為國慶活動甲天后泰勒斯查美食卡居完，凱爾斯的世紀婚禮，和紐約警方神經病案全面結接入境公款的當天，甲對稱的賠償。市長們那年佇國慶進前，視察行動避暑車設置活動期間，攏總有15個行動避暑車隊佇全紐約5個行政區提名，協助弱勢族群甲加油。And we've been able to serve them with water, with sunscreen, with electrolytes.With a snack, with a meal, with a friendly smile. 今年燒熱天氣造成用電量增加，紐約初三每晚大約有1.7萬名用戶斷電，這波用電軌跡也拖到附近各州，供應全美國6700萬人口的上大電網營運商 PJM 緊急發布節能警報，呼籲所有用戶節約用電，防防大停電閣發生。公視新聞張小芬編譯。唔那是美國，今麥咱台灣天氣嘛熱甲。雙北甲高雄攏佇咧路口試辦採熱熱的設備，互民眾佇咧等車輛頂的時陣唔免直拍熱。不過環境部長裴啟平認為講，這是短期的做法，種樹仔才會當真正改善。因若針對這點，高雄市府講已經增加都市種樹仔的比例，已經有咧做。因若台北這邊講會以種樹仔為優先，若是無適合種樹仔的所在，才會用熱熱的設備。熱熱設備佇日頭下慢慢啊展開，為了對抗極端高溫，新北市4月早日自動化熱熱設備，高雄甲台北也佇6月底舉辦路口，也是lin行到熱熱線。不過環境部長彭啟明初時羅南高雄出席活動時表示，熱熱算是短期的做法，種樹仔才是解決高溫。種傘，它還是水泥的建築，我們的水泥建築就是太多，就是一個短時間的、短期的一個做法，它其實沒有辦法長久，沒有辦法解決我們現在高溫的問題。只有種樹才可以解決高溫的問題。行人佇路口熱熱線卡單紅燈，全球暖化造成最近幾年熱天定出現極端高溫，火線變做真濟人出門一定愛炸。面對要安怎熱熱，也是種樹仔議題，民眾看法也無同。傘會比較好，因為還有雨天也要考慮進去。十字路口轉角的話，你盡量視線是長，就是明亮的。風太大，他們傘就沒辦法開了。對，就等於就是沒有一些遮陽的效果。對，然後樹的話就比較沒有這種天氣跟風向的一些影響。日頭赤炎炎的季度，大人囡仔佇高雄成功水環公園耍水消熱。環境部表示，未來都市氣溫超過40度，真有可能高溫。未過只是數據，也涉及公共衛生甲勞工安全等挑戰。建議縣市首長佇規劃相關措施的時，將綠蔭樹仔數量達至長期可量。為了積極因應氣候變遷，高雄市持續擴展都市綠蔭，提升綠覆率。針對熱氣與綠蔭缺口加強指數，透過適地適種改善植穴基盤，加強維護管理。高溫後掛出變作足薄，高雄市府強調會繼續擴展都市綠蔭，提升綠覆率。台北市府也表示，以種樹仔優先，因過佇人流密集、無適合種樹仔，也是樹仔短期無法度生蔭的地點，會適度導致熱熱設施，改善行政步行環境。記者綜合報道。帶觀眾朋友來看南投的德山，是咱台灣竹仔產業的故鄉。在民國60多年上興的時期，有2000多間竹藝相關的店頭。今麥雖然敢若剩30-40間，不過因也是用竹仔工藝佇咧拼轉型，希望會當兼顧傳統甲創新，互這個工藝會當繼續延續落去。愛算好下落吼，伊才會安尼。90度。做竹椅的羅師傅，一德山已經做40幾檔啊。伊哪做哪幫遊客來解說，希望更較儕人會當了解竹椅的製作過程。其
根據農業部林業試驗所的資料，全台灣竹產業上興旺的時陣，有2000多間和竹仔相關的公司工廠，竹產就佔60%以上。啊，毋過現此時加上青蔥品牌，量基約才剩30-40間爾。豐盛的時陣是60幾年遐，竹山店幾乎家家戶戶攏有咧做竹仔外銷。未來竹藝會愈來愈無人做，因為幾乎竹山遮第二代攏無做較濟啦。少年輩有家己的想法，除了傳統的竹藝，嘛做杯仔、器皿仔、腳踏車架仔。結合文創，延續這個產業。政府除了替老師傅開課，到推廣傳統的工藝，嘛推動和竹仔相關的旅行，希望會當帶動地方其他的產業做伙發展。在這個時代有這個時代的樣子，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時代樣子的茶文化或者茶體驗分享給大家。比如講，我若這條較大隻拖的時陣，我邊仔的工廠就知影講，我只要聽拖，我就會分為做，大家來共好，這個產業才會如何如何。我們的環境永續，或者是我們這個碳匯的部分，那以及到我們青農的輔導，我們都持續在推動當中。那期待能夠為我們地方的這個竹聯產業呢注入一股不一樣的新的活力。透過政府支持，加上在地人有心，竹產會當改變傳統創新，希望走出一條永續的路。記者楊秀蘭報道。講到密室脫逃這種遊戲，今嘛是愈來愈時行。而且這10多年來，台灣為代理發展到即馬有法度家己研發，有一陣創作者甚至甲密室脫逃結合科技甲劇場表演，用因的創意佇咧有限的空間內底打造出完全無共款的世界。下暉7點半，青春咱的網要帶大家來看台灣密室脫逃的產業，安怎製造少年人因實踐創意的文化基地。密室逃脫就像是一場實境的電影，當我們進到密室逃脫呢，就像是穿越進到電影幕幕裡面，成為這個故事的主角。為上早期簡單鎖頭的謎題，到即馬精密自動化的機關，就學伊佇這度已經做12年。永年以滿腹的熱情，希望會當做出屬於台灣人密室的遊戲。即馬伊的工作室已經是業界指標，不過伊自來一直攏保持初心，一直攏會記得當初迄個單純的快樂。都想講，敢有可能咱台灣人做屬於咱台灣人家己的密室逃脫，就甲我的 partner 幾個人合作，開始家己找一個所在，甲這個裝潢做起來，謎題囥的安尼。除了機關技術的升級，新一代創作者用心突破界線。楊成業是戲劇系出身的，伊甲密室脫逃結合陣頭式劇場，伊找專業的演員佇咧遊戲當中甲大家互動。這毋但是為着提升遊戲的品質，更加是一份希望會當照顧劇場工作伴，互表演藝術有更加儕生存空間的心。我也是希望說，讓我的身邊的朋友們、劇場的朋友們都可以有一個穩定的工作上的收入啦。對，因為做劇場、做藝術的人，就是通常也知道是沒辦法賺太多錢的。對，所以我覺得說，密室逃脫結合沉浸式劇場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形式。好，那請問一下各位有玩過密室逃脫嗎？有玩過。好的，那我就快速跟大家。這個追求理想的心，為台北飛向宜蘭。楊祖儀今年25歲，佇為都市回鄉創業，成立密室遊戲。伊為郵冊到設計機關，為了省成本，伊校長兼講證。對伊來講，這毋但是干那做生意，是替青春改一拼。假設我創業之後失敗的話，還年輕嘛，還有其他事情可以這樣去做。對，想說就是25歲以前一定要做某件事情出來。為先輩堅持，劇場工作者下界劇響，到回鄉青年的勇氣。台灣密室脫逃的產業毋但是遊戲，更加是這陣打造夢想的人，用熱情甲創意，為這個土地所寫的青春的故事。記者吳德慶、葉家軍綜合報道。來關心天氣，北緯即馬已經變作是強烈風颱，目前佇咧高原片東南東平3000多公里的海面。氣象署講，北緯要繼續佇咧增強，估計佇咧後禮拜4會來到台灣的東南平，了後就會轉越上北，時到可能會發布風颱警報。咱啊，花蓮萬里溪幫山湖勘查的人員嘛，因為風颱瓦近，今仔日提早落山。
空軍直升機將9人吊掛平安送落山。花蓮萬里溪棒山湖深山特遣隊原本初5完成5天行程，不過因為風台要來，提早1天撤退。不過伊完成功找回真濟航關鍵地手資料，包含近距離空中翕、逆流口、馬體加水頭地形將要河區上新狀況。目前它的水位蓄水量在278万立方公尺哦，距離我們現在的一個總容庫量的預估值510萬立方公尺，大約佔了54%。湖區的壩體沒有明顯的滲流，也沒有異狀。今年第9號風台爆發已經增強做強烈風台，氣象處表示，八位風台初時下晡佇個高片東南單邊3300多公里海面對流結構正巴雜，未來可能繼續增強，有個車到下禮拜四接近台灣東南邊海面。車站下禮拜5受風台外圍環流影響，北部宜蘭山區有局部大雨、大水雨，其他地區落雨也增加，不排除發布風台警報。北部宜蘭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尤其山區可能有局部豪雨，因為無論它距離遠或是近，風向來說是偏東北風到偏北風的狀況之下，這些北部山區、宜蘭等等地方雨會比較明顯。氣象署強調，風台後續路徑會受太平洋高壓勢力影響東北，不過東北角度要看高壓強度來決定。目前依然有正大的無確定性。下禮拜3初八進前，各地天氣依然是熱天天氣形態，高溫較熱，西半部高溫差不多33到36度，內陸地區大部分地甲華東中國可能有36到38度。提醒民眾愛加啉水，注意上新的氣象資訊。記者綜合報道。明仔天氣寫款，隨來報你知。北部地區上低27度，上懸35度；中部地區上低26度，上懸35度；南部地區上低26度，上懸36度。南部地區上低26度，上懸33度。來看外島地區27度至34度。還有這3日的氣象。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聞，稍等下請繼續收看《青春咱的夢》，我是丹妮，明仔載同這個時間，咱再會。